店内除了早期的行李箱、拉里奥加电风等装饰品，也有手摇的搓冰机。无毋对，这间就是位伫台南知名的冰果室。头家 Jackson 原本是拥有8万年薪的高科技人才，不过为了无爱离乡背景，所以伫安平创业，并选择传承阿嬷卖冰的好滋味。因为公司要外派去马来西亚去从事建厂工作，那本身就是觉得说父母亲已经年迈了，那还有是我想念我的家乡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去放弃100万年薪的薪资，投入那个转行这样子。想说就是怀念阿嬷的古早味的糖水好滋味，那所以就把重拾阿嬷的好滋味的糖水，再把它重拾出来这样子。那刚好是我们家还有一些周边的朋友都有芒果，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的供应，那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这些供应链做一个统整的部分，那毅然决然就是把它做转行，那去做冰果室的营业模式这样子。Jason 甲太太两人共齐打拼，用心经营4年来，因为用料实在、汤水的风味特殊，加上所有水果拢是当年新鲜钓时，所以请侪人交关。去年5日节一天到600外人的人潮，以酸亚为例，5个月就卖到9000外斤，相当可观。加上安平的观光旅游商机，嘛带动侪艺人来捧场。用因楼顶手画知名代表的墙面来出境办活动，甚至红到日本、美国，用专业的杂志来推荐。每年在冰品业的是最主要是芒果季跟草莓季，那芒果是我们台湾的最好的外销的产品这样子，那也是受到那个日韩还有一些国外的媒体，还有一些观光客都的钦点，就是来台南一定会想要吃芒果冰这样子。那爱武芒果也有俗称是我们那个玉井的红宝石。那在不同的时令下，我们会再推出更多的芒果系列的产品，这样子都受蛮多的国外的朋友的热销这样子。虽然今年5月开始受疫情冲击，不过游玩尽一份心力，响应各种公益行动来回馈社会。其中嘛包括今年1礼拜内，就予农民寄卖300箱高达3000外斤的酸药，同时为了感谢日本送来疫苗，嘛免开车伫台湾的日本人吃冰，甚至要带员工去日本耍。台湾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